世界不斷發展，而中國亦都需要發展。到底中國同中國人點樣先至可以喺當今千變萬化嘅世界裏邊互借東風，進退有道，向前發展呢？中國與世界呢個節目，同你一齊努力打開呢道大門。節目主持劉銳紹，歡迎大家收聽呢次中國與世界節目。嗱，呢段時候呢，又要大家搞下三國戀愛啦。點解呢？就係台灣嗰方面啊，蔡英文總統啊就去咗南美嘅國家訪問。咁不過呢，佢有啲主場戲呢，就唔係喺南美嘅，而喺美國。因為佢出訪嘅時候呢，就先路過休斯敦，回程嘅時候呢，又會經過呢個紐約。咁大陸對於呢啲嘅行動呢，就自然係相當敏感同埋反對嘅。咁但係今次呢，蔡英文踏足美國嘅時候，單睇一個接待規格呢，就已經睇到好戲連場在後頭啦。因為佢個接待規格係相當高嘅。咁啊，再加上呢，表面上中美就喺度鬧緊交，咁但係背後呢，消息就出咗嚟啦，原來特朗普嘅女婿又同鄧小平嘅外孫女婿啦，而家喺度傾緊生意喎。跟住呢，中國嘅馬雲啊，又喺美國呢同特朗普呢係拍膊頭喎嚇，仲係公開俾記者睇嘅。嗱，咁種種形態啊，究竟説明啊未來呢一個特朗普啊上台之後仲有幾日咋嚇？咁跟住呢，就係中美關係點呢？台灣嗰個角色又係點呢？咁啊要請啲關注兩岸三地嘅朋友同大家分析一下。今日請嚟嘅嘉賓呢，係香港嘅民主進步黨幹事長楊繼昌先生嚇。好啦，嗱，首先請教下佢，我哋從個規格嗰個角度去睇先。你覺得今次蔡英文呢，經過咗上半場啦，休斯敦到埗啦，咁你發覺到有啲乜嘢特點啦嚇？大家經過呢一個特朗普當選之後咧，其實對於中美同埋美台嗰個關係個轉折就係特朗普收咗呢一個蔡英文嘅電話啊嘛，跟住嗰個電話仲要稱呼即係蔡英文做即係 President of Taiwan 係啦，台灣總統咁樣樣。咁所以咧就大家都好關注今次佢過境下會唔會有啲花樣出咗嚟？個花樣就係個規格睇嚟咧就提高咗。咁而佢第一站係訪問呢個休斯敦，咁休斯敦係喺一個德州噶嘛，咁大家都知道德州係一個傳統嘅 Red State，即係個共和黨傳統嘅陣營，即係布殊家族啊，都佢個農場得噶咯。江澤民當年啊，特登啊花咗10億啊買美國貨啊，去德州布殊家族個農場食一餐飯咋，住一晚係啦。咁大家都係表面上個觀察就話睇嚟共和黨方面新嘅管治團隊即係對於蔡英文嘅重視係提高咗。呢個重視背後，大家都諗啦，就係咪以呢個台灣係去牽制中國咧？咁樣咁某程度上嗱，個規格提高咗，咁呢個立論好似係成立嘅喎。從溫故知新睇翻，例如當年李登輝嘅美國台灣去美國過境咁嘅時候，咁咧亦都係有呢個即係諸多嘅限制嘅，係嘛？咁啊啲華僑又唔俾佢去酒店啊、探佢啊咁樣樣。咁但係今次就好唔同喎。陳水扁嗰次啊，唔準佢落機啊，唔準佢有咩活動，結果陳水扁以唔落機抗議啊。係啦，就過境啫，咁樣係架飛機飛過啫，嗰隻腳就冇踏落呢個美國嘅土地上面。但係今次唔同喎，即係美國在台協會嘅會長都親自係想蔡英文嘅專機係嘛，就接佢落機，咁跟住就其他啲活動亦都相對地公開，咁跟住喺一啲美國嘅政界人物，例如包括同呢個特朗普當初係爭奪呢一個即係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嘅 Ted Cruz 啦，又接見呢個蔡英文啦，同德州州長係見面嘅時候，個新聞稿都係話德州州長同呢個 President of Taiwan 見面嘅，咁即係呢啲形形色色嘅試探咧，睇嚟表面上邊特朗普新嘅即係突破呢個一個中國框框嘅政策，以台灣打呢個台灣牌，係去向中國施壓咧，睇嚟係成立喎。咁又講到嗰個規格咧，咁啊當年咧就係你唔可以見華僑，好似今次嗰個見台灣華僑啊嗰個安排咧，又係好特別嘅喎。呢個就係我哋之後都聽到好多唔同風聲啦，即係。佢今次過境之後，即係或者有啲報道就講緊，即係美國會唔會即係有啲同台灣已經有啲，或者蔡英文嘅政府係有啲協定，咁包括一啲即係國防上面嘅合作，或者售賣武器嘅時候去放寬。咁我哋即係而家好多傳媒都係報住呢個特朗普嗰個 Twitter 噶嘛，因為特朗普好中意喺 Twitter 嗰度即係亂咁講嘢噶嘛，咁樣咁其實
當初即係佢接蔡英文嘅電話嘅時候咧，就已經講過就話我哋賣咁多武器俾台灣美國，咁樣冇理由聽人哋一個公開嘅電話都唔得噶嘛，咁樣樣。美國同台灣咧喺呢一剎那咧係有少少咧拋嗰個球出嚟啊，拋得比較高嘅。咁啊包括咗咧蔡英文喺嗰邊咧接見華僑嘅時候，係直情咧打出個大橫額寫明係中華民國台灣括弧總統歡迎咁嘅喎。咁跟住咧佢參觀一啲博物館咧，成個博物館封咗佢嘅喎，封咗3個鐘頭，俾蔡英文去行30分鐘。咁呢一種咧完全係元首級接待規格。咁仲有啦，嗰啲鐵馬開路啊等等，成個保安工作係由國務院外交事務安全局去負責嘅喎。嗱呢啲嚟講咧，將蔡英文睇成一個國家元首嗰個嚟安排嘅。而家咁發展落去啊，你覺得大陸嗰方面咧，今次出聲咧，同最初有少少唔同。最初咧鬧嘅程度比較犀利嘅，跟住咧放出嘅消息就話，中美之間咧貿易咁密切，咁啊有成3000幾億貿易額，咁啊應該冇事嘅，咁樣又放咗咁嘅消息出嚟啊。到蔡英文真係踏足美國嘅時候咧，大陸嘅傳媒咧只係透過外交部發言人批評一下啫，跟住冇咗下文啦。你覺得嗰個反應點解會係咁嘅咧？我哋睇下會唔會有可能係會出現一個中美當中有一個所謂政冷經熱嘅情況咧？會唔會嗱？因為頭先夫子都講到啦，係咪先？呢一個即係鄧小平嘅孫女婿又同特朗普家族係又有關係係嘛？大家都係商人係咪先？跟住講起商人嘅話，我哋又見到馬雲啱啱咧走入去啊 Donald Trump 喺呢個紐約嘅佢嗰個嗰棟大廈入邊，即係叫馬雲喺美國投資咧，就即係幫美國人創造職位啊嘛。咁其實即係 Donald Trump 嘅當選，特朗普本身喺政綱入邊其實都強調，即係話咧喺經濟方面咧就係咧喺即係本土咧係創設更加多嘅職位嚟解決失業率嘅問題。咁所以你見到佢其他政策，例如即係話課以重稅，如果有啲車廠去喺墨西哥嗰度咧就係呢個開始呢個廠房咁樣，咁就希望保留呢一個即係本土嗰個就業機會。咁你見到好似即係經濟上邊咧睇嚟特朗普會同呢一個中國咧，相信咧係會有多啲嘅互動嘅。咁但係究竟就係咪呢個中國係咪聽其言觀其行咧？或者係覺得即係特朗普係只不過即係所謂打下嘴炮？講就飲佢講，只要實際上面冇一個傷害到呢一個即係中美實際基本嘅利益，或者即係喺對台問題上邊冇觸及呢一個即係中共嘅底線嘅話，咁會唔會係因為咁樣樣放輕咗呢一個語氣而聽其言觀其行咧？咁樣樣嚇。咁不過夫子我又想即係請教，因為我啱啱即係嚟之前咁我就即係留意過即係台灣嗰邊嘅本土嘅報導啦。因為民意上邊其實即係對於即係蔡英文即係訪美唔係過境美國，跟住去中美洲國家出訪，咁其實個重點就係都係有兩個方面嘅，即係第一個方面就係關心，即係話因為即係蔡英文政府上場之後咧，即係呢個大陸方面咧就不斷咁樣喺經濟方面就俾呢個蔡英文政府呢個穿小鞋啊！即係無論係呢一個即係我哋香港叫自由行啦，咁佢哋即係訪台嘅旅客咁已經有所限制，希望就即係經濟嘅誘因咧就給予呢一個蔡英文政府嘅壓力啦，係咁所以蔡英文就對於即係喺美國方面嘅一啲即係希望喺經濟上邊咧係呢方面係可能咧想爭取一啲成績翻嚟嘅。而第二樣嘢得唔得咧？爭唔爭取得到嗱？因為咧據講今次咧蔡英文見呢一個美國啲議員嘅時候咧，其實唔係過境嘅喎，佢所謂過境咧係談一啲實質嘅外交問題喎，其中提到咧就係美國同台灣可唔可以簽自由貿易協議啊等等啊？你覺得呢個成功機會大唔大咧？呢個我諗真係好睇，即係而家睇嚟表面嘅感覺咧就好似成功機會都不細嘅，因為即係我哋睇翻啲即係評論嘅文章咧都講緊而家即係成個美國嗰個政策其實唔係話淨係民主黨係覺得係話即係要堅持一個中國嘅，咁但係其實喺美國無論係特朗普嘅新嘅團隊，佢嘅俾佢呢啲即係關於即係中國政策嘅意見方面咧，都好似係一啲親台嘅人士咧係進駐咗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其實唔單止係呢個即係共和黨方面，其實呢一個即係喺成個美國嗰個即
即係政治系統入邊睇嚟對中國政策都係有一個實質嘅選項。其實由當年奧巴馬嗰陣時候，你對即係重新係去即係介入南海事務呢樣嘢，其實都見到睇嚟咧，即係對於中國所謂嘅即係崛起或者習近平去運作中國嘅政權方面咧，都可以睇嚟已經提升咗呢個戒心啦。今次蔡英文去過境美國嘅安排咧，全部係奧巴馬政府任內嘅工作嚟㗎喎。係啊，其實奧巴馬仲有權嘅，唔係特朗普未上台之前可以參與嘅工作嚟嘅喎。換句話講咧，就係無論美國嘅民主黨又好，共和黨又好，其實對華嘅政策咧係一致嘅喎。即係話我壓得你就壓唔到你咧，我哋攞你着數。即係話嗱，經貿上面你有咁多人走嚟美國投資啦，咁咧就最新嘅數字啊，因為啱啱過咗2016年啦，最新嘅數字就係原來啱啱過去嗰年裏邊，中國去美國嘅投資咧係足足400幾億美金喎。咁400幾億美金咧係令到中國喺美國嘅投資已經首次突破1000億美金喎。咁而400幾億美金裏邊，比起2015年咧，係增加咗3倍喎。大家你可以睇下中國嗰啲錢啦，唔怪之得而家好多嘅外匯儲備啊唔見晒，原來走咗去嗰邊，全部走資，唔怪得知要限制外匯流出啦。咁所以咧，從呢個角度你睇，你點評估而家中美關係？早排咧就猛咁講話你咁樣唔掂啊，我就喐你㗎啦。你咁樣咧同台灣眉來眼去咧，我就武力解放台灣㗎啦咁樣。嗱，講咗咁多語言啦，咁同而家我哋列舉一啲數字出嚟嚟講，你點預測未來嘅中美關係咧？我會覺得就係會即係陷入一個即係我諗一開始係一個互相試探嘅階段先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特朗普，大家形容佢做狂人啊，咁不按牌理出牌，咁但係表面上邊一開始就係即係會可能係用一切嘅手段咧，係向即係中國施壓嘅。咁包括就係咧，同我哋香港都有關啦。除咗蔡英文而家過境有優待之外咧，仲請咗陳方安生去呢一個即係呢個特朗普嘅就職典禮嘅。咁所以即係政治方面有呢啲小動作咧，睇嚟咧都係會係即係陸續有嚟嘅。咁所以就睇下究竟中國方面係咪克制？如果中國方面克制嘅話，咁睇嚟表面上邊聽其言觀其行嘅話，就唔會有好大嘅動盪嘅。但係如果中國唔克制，即係嘅話，咁即係可能即係引起多多少少嘅口水戰。不過我哋都見慣㗎啦，呢啲嘢喺外交部講嘅嘢係咪先？即係其實即係我諗夫子更加清楚啦。而家即係習近平緊張嘅都係呢個跟住落嚟即係嘅人事佈局為主。咁樣即係去對19大19大係啦。咁即係對佢都唔得閒理你。如果你美國喺呢段時候對中國有太大嘅壓力咧，習近平頂到就頂唔到啦，佢順應你㗎啦。唔係你搞我當攤喎，我喺大陸裏邊自己本身咧鬼咁多呢啲頭痛嘢，咁啊再要安排我嘅接班，我核心嚟㗎嘛，習近平啊嘛，係嘛？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你覺得美國會唔會睇準呢個機會特朗普會進一步向中國施壓咧？即係睇死你，你對外你係希望穩定嘅，對內你係咁鬼多嘢未搞掂嚇。咁特朗普團隊或者佢本人有冇咁醒咧？呢個都真係要有待觀察啊。因為其實好多有啲評論我見過咧，就係講緊會唔會預測緊有個所謂即係中美之間發展嘅新冷戰時期嘅。咁你覺得會唔會咧？咁呢樣嘢即係依家就。特朗普呢個人本身就非常之大嘅變數啦，係因為首先即係大家都會估佢會唔會做得完4年一任咧？如果佢即係好多對於即係喺華府嘅操作上邊係咁多打破框框嘅舉動嘅時候，會唔會即係引嚟好大嘅反彈咧？咁呢個第一，第二就係佢嗰個政策所謂嘅個政策嘅連貫性個 consistency，即係佢喺選舉入邊即係車咗好多大炮。咁已經喺選舉之後咧，已經又開始咧係有啲即係收翻轉頭。咁但係講下咧，佢自己又會強硬翻過。例如一個例子就係所謂嗰個奧巴馬 care 係啦，嗰個即係要否決呢個奧巴馬嗰個醫療計劃。初初當選咗之後，又放軟咗口風。咁但係之後而家咧就話咧 Day One 佢上場嘅第一日咧就要即係重新將時鐘撥回翻，即係冇奧巴馬時期。咁樣咁對於中國嘅指控係嘛？又話第一日上任嘅時候就話要即係令到即係中國就係佢係一個操控外匯嘅國家咁樣。咁呢一啲會唔會兌現呢啲承諾？咁大家咧其實都係
真係要即係翹埋對手，係等睇佢上任之後係咪真係禮真先知啊咁樣樣。咁所以即係呢個即係中美新冷戰嘅時候咧，咁其實即係奧巴馬係一個變數啦。咁但係當然我覺得嗰個方向咧係存在呢個趨勢嘅，因為大家都見到即係喺習近平治下嘅中國嗰個而家嗰個即係喺國際間想即係提高佢國際嘅影響力，呢樣嘢就係即係彰彰明甚啦呢個。咁而喺南海嘅問題上邊係嘛，即係多次都即係有一啲即係所謂嘅即係小型嘅規模嘅衝突啦，係咪先？而呢個政策我哋見唔到嚇，即係習近平會即係會有一個即係轉變喺度嘅係。咁所以即係如果持續即係中國係有一個咁樣嘅即係喺國際事務上邊係有一個想提高呢個影響力嘅話咧，咁必然同呢個世界警察係有衝突啦，係咪喺美國方面？嗱，正話講到咁多啊，嗱，馬雲又去同特朗普撐台腳啦，咁啊出到嚟一種大力拍膊頭喎，你睇下嗰啲片係嘛？咁而且唔止拍一次嘅喎，咁因為馬雲咧，佢話我會喺你美國咧創造100萬個就業機會。咁大家就諗下係唔係真嘅先？你開口講到咁勁，因為而家全部中資機構喺美國裏邊嘅投資所聘請嘅美國嘅公民咧，到目前為止投資咗咁耐咁多年都係聘請10萬人嘅啫。你而家突然間馬雲話你要100萬人，咁你有冇呃人啊咁樣？咁跟住咧。大家又會即係注意另外一個問題呢個咧又大家可以討論下嘅。好多人就話：喂，而家咧除咗政治人物嘅外交之外啦，中美之間就出現咗一個好特別嘅現象，就係親戚外交。咁包括咗有富二代、官二代，而家仲有富三代、官三代嗰啲外交除咗正話講特朗普個女婿同鄧小平個孫女婿。外孫女婿咁咧就又傾緊生意，而且佢呢個生意唔係而家傾嘅喎，係喺特朗普呢個競選總統之前已經係大家喺度傾緊嘅咯。好啦，仲有賈慶林個外孫女又係好勁嘅喎，佢又係國際商界裏邊咧，佢年僅24歲。但係已經喺國際呢個名媛之列啦，名媛呢個唔知會唔會同阿 Donald Trump 個女Ivanka Trump 有偈傾啦，係咁佢跟住咧，佢喺香港咧買樓一擲就1000億3億咁好勁啊！嗱，當然咧呢啲都係傳聞有待證實，但係咧佢哋冇否認嘅。嗱，咁我就話。而家大家會唔會睇到趨勢，就會原來中國呢一啲咁樣嘅親戚外交咧，其實真係可能喺美國裏邊慢慢又會擴大咁美國咧，如果話吸引啲嘅投資因為馬雲過到嗰邊咧，基本上都係可以吸收美國嘅中下階層嘅啫，因為佢喺嗰邊咧吸收唔到高科技噶嘛，嗰啲人才噶嘛，佢搞佢啲淘寶喺嗰邊買嘢嗱，我揾多啲人送貨係呢一類啦咁樣。你覺得呢個即係所謂嘅即係政治人物以外嘅各種方面嘅即係外交名人外交咁樣會唔會成為一個趨勢咧？呢個都係特朗普本身另外一個咧嘅不可預測嘅性質嘅，係因為我哋即係睇翻政治以前嘅即係記錄入邊咧，咁樣冇一個咁樣商人出身，完全冇從政經驗嘅人去登上呢個美國總統嘅大位，即係最高嘅3軍司令。咁但係佢用啲咩方法搞外交咧？就係即係私人，即係商人最叻嗰種互相拉關係、拍膊頭。咁跟住講數、開條件。係啦，我哋見到就係呢個佢同馬雲已經有呢一手啦。咁佢係咪真係聰明得到？即係喺政治方面擺出個強硬姿態，但係喺經濟上面又用翻自己商人嘅身段周圍，尤其是我哋見到即係中國老實講，中國嘅商人、紅色資本家究竟對即係國家嗰個忠誠度有幾高咧？係咪先？有錢都梗係即係走資撤資啦，係咪先？會唔會即係特朗普真係咁醒目，即係睇準咗呢一個形勢透過自己商人嘅身段或者人脈嘅關係咧，咁樣係去做呢啲咁樣嘅即係所謂商人式嘅外交咧？嗱，呢樣嘢有一樣嘢要注意喎，就係咧，其實特朗普頭先講過佢即係點解有可能
即係做唔晒4年任期嘅話咧，即係講得坦白啲就佢有機會咧，可能即係會受到呢一個彈劾嘅，已經有啲咁嘅風聲走出嚟。因為原因就係佢係唔跟規矩做嘢啊嘛。其中一樣嘢就係咧，佢首先佢聘任佢女婿做呢個白宮嘅高級顧問。咁另外佢嘅家族生意咧就違反咗以前嘅一個慣例，就係咧從來唔係外判出去俾呢個即係基金去獨立運作嘅，而係咧即係。呢樣嘢就會有人質疑啦，喂，會唔會你即係美國嘅國策，你喺你屋企嗰張飯台入邊？佢話脫離嘅，係啦，佢話脫離，不過咧就你除非就我唔認你嘅係親人，唔認你係女婿，係啦，即係咁啫，係嘛？嚇會唔會即係咧？即係你喺屋企張食飯台上面講完之後，咁出邊嚇即係做生意嘅人會又有即係呢一啲嘅進一步嘅即係知道即係政府嘅政策就會進一步有個伸延咧，例如喺商業方面。咁呢一啲嘢會唔會係變成即係特朗普另一種即係完全我哋未見過一種手段，係去即係同中國有一個互動喺度咧嚇？嗱，咁無論點都好啦嚇，咁啊兩岸呢個形勢，中美關係咧要繼續關注落去嚇。嗱，我哋今日好多謝香港嘅民主進步黨幹事長楊繼昌先生嚇，同我哋喺啲自由亞洲電台《中國與世界》嘅節目時段裏邊咧，分析咗咁多問題，我哋好多謝佢。我哋下次節目時間再見。